接把下来看前腔客家诗的那类报道，因为客家保留过多位古音，故所用客家读唐诗，个时代来抄记读记，个有面试哦。头也内啦有一个5几岁老阿伯，一路喺国内少数为吟诗，为做故事的人，同时录以客家乡情做主题。那位苗栗南中国社会先生邱一芳，本人讲係後生嘅新生代地輩，先有強烈的客家詩人，而且喺客語詩連唔係客人也會好看。無論前邊也算後進，有引來引導位客家詩人如果成忙，也本人看到客家文學未來嘅發展性。頭米酒熱乾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吹。大家都懂啲嘅詩句，用客語來演唱，不如想象心痛嘅景象。這些人好寫詩，演唱詩嘅藝術，還做得用古調來演唱自家創作嘅客家詩。母語教師，實踐本土欣賞甜。無人詩詞愧有詐，高從西門親母呀，言19很難堪。個個代代都有節奏嘅跳，無論係古詩，也係現代內容嘅客家詩，演唱起來都動靜。其實唱是有唱嘅音調啦，可比那個平上去音四上，那個平上就會幫佢唱，上去音也再上，就比較數較短啊，較強、較有力那樣。受過河通漢學教育嘅吳義順，係突然試問演啥嘅名譽啥種，按多年來寫過嘅詩動作。前輩幾個老師爺希望看到漢卡多人家嘅。總嘅啲夢中客戲，一雙舊皮嘅書，寫定出世以來嘅辛酸。用現代詩嘅形式來寫客家詩，有一番嘅客家詩充滿了香氣，未動有畫面，唔係客語，未讀嘅詩佢寫客家詩。客家詩讀起來其實是很有感情的。是啊，就會想到以前呢，媽媽家人煮好飯啦，叫我們回家吃飯的感覺就呈現出來了。從自家生活的經驗底度去期待人家唔想表達的題材，唔好寫嘅時間，一天係用客家話思考嘅。條類類寫詩，上詩景美，上詩名條略記。當有創作理解後上詩意，就按用寫出來一面面嘅種種，一本本細細。寫詩就係幾個客家詩面。從事客家嘅詩歌嘅創作，對客家話提升到文學嘅境界有嘛嗬，係有幫助嘅啦。佢做邊有幾講，客家話唔單止係講嘅話，而限咗嚟提升到文學藝術嘅程度去。可能有人會想，用寫出更加熱熱，有人熱為消息，而用辦個村客家詩咯，不過就從呢未看到嘅。客家詩意一改春一改，能擺很容易為家人寫，很易為小心麼？你唔知，不過呢條詩應該接離水有啲起點，從某人為門，重點都難為。客家新聞潘景祿、馮小琪，台北報道。